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同路點評，每日精選焦點新聞，帶你快速掌握澳洲、香港、中國同國際最新動向。記得訂閱埋同聲同路人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更新㗎喇。澳洲父母移民簽證輪候時間持續延長，令唔少家庭面對長期分離。根據內政部數據，由2024年7月至2026年3月底，共有1536名父母簽證申請人喺等待期間離世。目前非公款類父母簽證預計需要等約33年，而公款類簽證亦需要等15年。截至2024至2025財政年度末，積壓嘅申請超過15.7萬宗，今年配額更加由8500個減至7060個。另外，政府亦都研究緊收緊家庭移民政策，包括限制部分家屬以旅遊簽證入境之後再喺境外申請簽證。對唔少新移民家庭嚟講，父母唔單止係親人，更加係照顧下一代同提供情感支援嘅重要角色。但係漫長嘅等待令家庭團聚變得遙不可及，現行制度係咪合理，值得重新檢討。未來政策需要喺控制移民規模同維持家庭團聚之間取得平衡，並建立更透明、更可預期嘅制度。澳洲即將舉行2026年人口普查，但香港人身份係咪應該被獨立分類，引起香港社群關注。部分港人團體希望澳洲統計局將香港人列為獨立組織選項，並非歸類為中國人。統計局表示，現時分類依據澳洲文化同族裔分類標準，由於香港並非獨立類別，所以會被編碼為中國人。不過，市民仍然可以透過出生地、父母出生地以及家庭語言等資料反映自身背景。支持獨立分類嘅人士認為，香港擁有獨特歷史、文化同語言。唔少移居澳洲嘅港人都希望自身身份可以喺官方數據中被睇到。雖然從行政角度嚟睇，政府都有佢嘅依據，因為香港喺法律上屬於中國嘅一部分。但人口普查唔單止係統計數字，亦影響政府了解社群需要同埋制定政策。點樣喺分類標準同多元身份認同之間取得平衡，仍然係澳洲社會需要討論嘅問題。澳洲聯邦政府計劃為男性行為改變課程制定全國統一標準，希望各州同領地喺2026年底前落實，以提升預防家庭暴力嘅成效。新標準將會要求相關機構進行風險評估，並確保受害者同兒童喺課程前後獲得適當嘅支援。課程形式包括向年輕人教授尊重關係嘅教育，以及協助曾經對伴侶或者子女施暴男性改變行為嘅長期輔導。不過，防止家庭暴力組織指出，單靠制定標準並唔足夠，政府亦需要增強前線服務同預防工作嘅資源。喺過去，唔同州份同機構提供嘅課程質素存在差異，統一標準有助確保服務一致性。不過，家庭暴力問題涉及多方面嘅因素，課程唔可以取代其他支援，而係應該喺保障受害者安全嘅前提下，協助施暴者面對問題、改變行為、減少暴力再次發生。SpaceX 一枚獵鷹9號火箭殘骸近日被指失控撞擊月球，再次引發外界對太空垃圾問題嘅關注。呢個重約4000公斤嘅火箭上節喺舊年完成月球任務之後，被留喺地月之間軌道。天文學家推算，受地球、月球引力同太陽輻射影響，最終令佢撞入月球嘅軌道。雖然事件暫時冇造成即時危險，但科學家認為今次意外亦提供難得嘅研究機會，有助了解撞擊形成隕石坑、塵埃飛散嘅現象，協助未來月球任務設計。不過，事件亦反映人類太空探索帶嚟嘅新挑戰。隨住各國同私人企業加快太空活動，月球同地球軌道累積嘅人造物持續增加。目前太空垃圾管理仍然缺乏具約束力嘅全球規範。未來政府同企業都需要建立更清晰嘅責任制度，避免太空成為另一個被污染嘅環境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收緊出生公民權政策，簽署行政命令禁止俗稱生育旅遊嘅做法，限制部分外國人士透過赴美生子取得美國公民身份。根據新命令，懷疑以生育為目的嘅入境人士可能被拒發簽證。部分喺美國出世嘅外國政府人員子女，以及被列為敵國外國人嘅子女，公民資格亦可能受到限制。特朗普認為有人利用制度漏洞購買身份，令出生公民權偏離原本目的。不過，新政策預料仍然會面對法律挑戰。近年中國被視為主要赴美生育旅遊來源之一，相關產業亦發展成熟。特朗普過去多次批評中國家庭利用出生公民權取得身份，所以今次措施亦被視為佢強硬移民政策同對華立場嘅延續。不過，政策爭議在於政府應該針對濫用制度嘅行為，而唔係應該以國籍作為主要標準。建立清晰透明嘅審查機制，先可以喺保障國家利益同維持公平之間取得平衡。多謝大家收睇同路點評，每日快速掌握澳洲視角、世界焦點。記得訂閱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